WAFN 33米34，第一名關欣怡 WAC 43米22破大會紀錄。經以上得獎者於30分鐘後前往頒獎處領獎。成績公佈，以下係女子 U10法雷和成績。第3名張雅怡 KYS 15米11，第2名李仲恩 DSTWLC 16米62，第1名楊俊賢 NTCHB 18米40，破大會紀錄。請以上得獎者於30分鐘後前往頒獎處領獎。即將進入男子 U18組60米決賽第4組。成績公佈，以下係男子 U10配員成績，第3名楊俊熙 TPAA 3米36，第2名朱柏陽 TPAA